唔多走嗰陣有巴士，因為小巴小巴係啦，小巴邊個？由你，馬車由你減啊！過年即係除夕。嚇？就冇錯冇錯。乜嘢咪？一年係3次。我嗱喺香港入幾大？我入晒咗。又話可能係乜事都想過嚟啊！即係講食，因為真係決定咗啦。嗰日之後咧，3號1號即係3號開一直唔俾嗰一陣，嗰日都淨係